这一段话，我们或许是觉得，你看我们看那个孔子在讲他。孔子在讲他的时候，他讲，志于学啊，就立志要去学习啊，所以其实立志很重要啊，一个人的志向会去影响到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比如说有的人立志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比如说，当然有些志向不一定能够完成嘛有些人立的志小时候可能立要当总统越长越大，志向越来越小了那孔子这边跟我们讲的立志呢，也不是叫我们要去立什么做什么官做什么，他反而是什么志于学要去学习立志很重要。那你立好的志呢，你当然就会成为好的。那你要是立不好的志呢，那你未来的可能就不好像前一阵子前几年那个台中的那个翁情人的命案，那个少年杀手不是10几岁而已嘛就立志要成为10大枪击要犯所以你看第一个不好的志他真的去当了那个枪击要犯了所以立志很重要所以一个正确的志，一个就是一个正确的志其实很重要然后我觉得这个因缘很多了你要立这个志，可能也要看你周边的因缘有时候你的同学、你的亲友他们的方向可能都是这个那你可能立出来的志就是这个方向你要是都来佛堂参与那你周遭的都是一些善知识，那我们立出来的字可能又不一样那像孔子为什么会立志于学？因为他妈妈也很重视孔子的教育嘛就带他要去学，就是学，他就学那些祭祀的礼古时候在那边祭拜的礼，所以孔子对这个礼也非常的有兴趣那所以孔子的妈妈就教他嘛，教到他没办法教了，就带去给他外公教外公教到不行了，他就带去给其他的老师教孔子他后来才对这个，所以孔子对这个礼非常的有兴趣所以他很好学我们都知道《论语》里面有嘛，孔子子路太庙，每事问嘛，每次都会去问这个关于礼的事情所以他对这个是非常的有兴趣的那大家尤其是年轻人不要看到说孔子怎么回开始立志所以我现在还很小，我不用那个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孔子会这么晚会讲这样子，当然可能有一些当时的时代背景那现在的小孩子比较辛苦了这些文样3岁就开始要去上读经班要去用也是蛮辛苦的。OK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讲第二个讲30而立，40而不惑嘛或许把它就是把它视为一个阶段其实在孔子的人生的分类点是在50岁了那在这个阶段之前30、40就是50之前的这个阶段他15岁至于学之后，他30在40在学问在这个部分学问在学习上其实孔子已经达到了一个成就了他那时候孔子后来就很有名了嘛他对于这个礼的这种知识已经到了周边其他诸国都知道孔子很了解这个礼有时候他们要做一些事情都很担心，就是说逾越的这个礼节都会跑去叫人家去问孔子孔丘，说去问孔丘看看有没有逾越这个礼节所以到了30岁、40岁这个阶段呢，孔子真的是他学问上的一个巅峰他已经一个很高的成就了达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成就可是呢，孔子他到后来到了50岁他50岁讲这个50而知天命嘛那其实到50岁其实是孔子人生的最大的一个转捩点因为孔子讲这句话嘛其实不单纯只是因为他讲这句话了孔子在50岁这个阶段呢50几岁了不是刚好50岁了就是说50几岁这个阶段其实发生了几件大事让孔子呢他开始为什么孔子会讲50而知天命就是这些原因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就是孔子他有说过一句话，他说假我数年50以学艺可以无大过矣孔子在50岁的时候去接触到了这个易经然后觉得易经非常的博大精深所以他学到这个易经之后，他觉得他可以让他作为他人生的一个那个叫做什么一个点，就是一个规范他人生知道怎么样去走就是透过这个易经当他一个人生的一个导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经典他学到了这个易经然后那到后来呢再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问礼于老聃就是老子孔子在50几等一下我们会有问老聃的这个问礼于老聃的这个历史上的史籍的一个记录所以再来我们看第一个重点就是孔子在50岁的时候遇到了这个老子那
表面上看起来是问礼，然后其实我们都知道老子后来就把道传给了孔子嘛，孔子去得到了这个道，所以这个阶段刚好也是孔子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孔子到了55岁的时候，他去做什么？周游列国，周游列国。那周游列国去干嘛？去弘道了，去传他的道去了。所以这50岁来讲，其实孔子他后来他回顾一生，他讲说叫做什么？知天命啊。那孔子为什么会知天命？当然有学艺啊，有得到这个道啊，他知道天命是什么，不是只是学问上的学习不是30而立，40而不惑而已，他觉得不单纯只是这样所以他在55岁就去周游列国他把这个道把它传出去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影响孔子很大的一件事情他去周游列国，周游列国。那我们来看一下孔子当初去跟老子谈这个道的一个这个很长我觉得简单讲一下就好了就是孔子他去问礼于老子他去问了老子那老子就跟他讲，因为问礼于老子之前，其实孔子先跟老子讲了一大段他在推行这个礼的一些困难跟挫折。我们都知道孔子他很有礼，可是他后来是被那个国君也是后来3日不上朝嘛，那个齐国就送了美女过去后来那个国君就不上朝了，然后孔子就切心他就讲说他推这个礼其实也是有一些遇到一些困难他讲他的挫折给老子听那老子就跟他回应了一段话说子所言者其余人，然后讲说你这些礼的东西其实人与古都已经不见了古时候推行这些礼的人都已经不见了只有他讲的这个言在耳就是说只剩下流的，其实人都已经不在了只剩下留下来的典册而已了他说且君子呢得其始而驾不得其始而则蓬垒而行意思就是说一个君子你得到这个机遇呢你就出去做没有的话你就收起来就对了然后说我闻之两股生长若虚君子慎得容貌若虚他说一个很好的这个股就是商品就对了他说很有价值的东西呢它是生长若虚，它不会很容易现出来的君子慎得容貌若愚一个很有一个很有德性的人，他的样子其实看起来像愚笨意思就是大智若愚了他意思就是说跟孔子讲，你要去你的娇气多欲太色与淫志然后说是皆无益于己之身无所以告子若是他就说我只能够这样跟你讲那当然这是历史上留下来的。那其实呢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老子就跟孔子把这个道把一些道的东西就传给他了。那所以后来孔子跟老子讲完之后孔子他就讲了这句话了他讲了这句话孔子去谓弟子曰就跟他弟子讲说鸟无知其能飞他说小鸟我知道它能够飞了鱼呢我知道它能够游了那这个兽走兽了我知道那个鱼能够游嘛走兽会跑他说那个会跑的我可以用网子去把它抓起来会游的可以为鸾鸾其实也是网子的意思那飞者可以为针就是用弓箭去射它他说至于龙呢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他说他今天去看到这个老子呢他就感觉像是龙一样所以人家把这一个过程称为老子什么孔子的那种游龙之叹这个老子那几家领呢高深莫测这样子当然见了这个老子之后改变了孔子的一些人生的态度他觉得这个礼他虽然一直推这个礼他觉得他不能局限在这里的他觉得他需要去周游列国所以后来孔子他就去周游列国了嘛所以这个就是在50岁这一年，其实对孔子影响很大他也去周游列国10几年他能够感受到一些人生的一些改变嘛所以他后来70岁回到他的那个被他的那个鲁国的国君把他请回去之后，他就开始三思书定理那个做春秋嘛就开始做一些就是就是那种经典上的一些调整所以他做了很多很多的才让我们后代有一些经典可以看比较完整的一个经典OK 这是50岁的部分那再来谈到这个60岁这个耳顺这个耳顺其实不是讲耳朵顺而已啦孔子说他60岁的时候耳顺那耳顺意思就是说他耳朵听进去的不会觉得有什么感音就是会觉得刺到他了那其实这个重点不是耳朵听的是我们心里面的感受啦是说别人讲这句话我们能够把一句可能很不好听的话，我们能够很顺心的把它听下去，这个很难这个很难
让他美一句，我们可以点点让他美嘛吼。你能够让他骂3句就很厉害了哦，后觉得你让他骂完哦，你还不会生气，后觉就是佩服你嘛哦。所以即使这个很不容易哦，尤其听到忠言哦，那个好听的话，我们还会觉得听起来很舒服哦，很耳顺啊哈。啊不好听的话哦，耳朵就会自动关门哦，然后自动关门，然后心里面还开始那个火箭啊大炮就开始升起来哦。我等你后面都把你崩等你哦，所以其实孔子讲这个听起来好像觉得没什么，可是其实这有很深的一个境界在那边哦，真的很不容易哦。那孔子说他到了60岁才耳顺，后觉想想后觉还没40啊，还有一个时间没关系哦，慢慢调整。后觉自己其实脾气也不是很好，所以看到这个哦，其实就是我们一些人生尽德修业的一个方向哦，真的，孔子让我们参考，我们就学着像他这样子慢慢的去学。当然这个耳顺其实有很多的例子可以来举，然后也有一些故事可以讲啊，不过时间有限哦，或者就不去讲啊。这个相信大家多少都能够体会的哈，好听的话跟不好听的话，大家自己去听看看就知道了。要是年轻人，你要是真的能够耐得住父母亲给你谁点哦，那你就真的不容易哦。那个老一点的话，能够耐着你的小孩子跟你讲东讲西哦，那也不容易了哦。所以其实相信这个大家多少都有感受了哈。好，那再来讲到孔子讲到70岁哈，从心所欲不逾矩。那其实从心所欲不难啊哈，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有什么不好哈？可是最难的是后面这一句哦，不逾矩哦，不逾矩就是不会去逾越这个规矩嘛哦，这个就不容易了哈。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当然都很 OK 啊哈。比如说像我们要是有錢，我要去买东西，当然我有多少钱都可以随便我花。可是当我们没有钱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把一个家治好？这个就很难啊。所以一个人，你的心都很正，都很正确的话，你从心所欲，你做出来的东西当然都很 OK，都很得当了。可是当我们的心念、我们的想法都不是那么的，人家说以我们道场上在讲佛家在讲，不是佛的知见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保证你做出来的东西都是真的都是合这个规矩的？没办法了所以其实，孔子能够这样子讲，代表什么？他知道他自己做的都没有错了，那也就表示什么？他的心其实已经达到那个我们在讲所谓佛的境界嘛。只有佛可以保证说他做的东西是不会有错的嘛。所以孔子他自己到了圣人的境界，他才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讲说，他的行为其实是不逾矩的，不逾矩。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后觉得也是我们要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向那要从心所欲呢？在我们这个阶段，我们去看后觉是觉得，我们其实要内是要从我们的道心那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前面讲的那个思无邪从你那个你要是能够思无邪从我们这个思无邪的角度去从这个心，那你自然而然就不会逾矩了嘛所以我们的内呢是从道心去生发那外呢外在的行为呢要能够重节要合道不逾规矩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道场上会有佛规那其实佛规人家就是一种很好的让我们做事情都合乎规矩的一个那个戒律嘛有这个戒律我们就能够合道不逾这个规矩那其实呢这个就是一种内外兼具的一种表现了里面的心外面的行都已经能够都已经不会逾越规矩了所以这个就是内外兼具的这是这一段呢后学的一个心得OK 好，那再来看第3段了这是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收哉人焉收哉他的意思简单后学简单讲孔子跟我们讲我们视其所以我们去看一个事就是看嘛看到一个所以然一个状况。当你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能够观其所由去了解它为什么是这样子它的由来是怎样，然后察其所安再去观察一下这个起可以说是就是说一个事情嘛，这个事情可能就是有人做的这个人不管是别人还是自己的都要去观察就对了然后察其所安，你要去观察去看这个后来他去怎么样去安住他的这个他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动机之后去看他是怎么样去后面再解释那人焉收哉这个收就是指隐藏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人还有什么可以隐藏的
我们要是能够很谨慎的去看、去观、去查的话，去了解他做件事情的一切的起心动念的话，那人言受灾就没什么可以隐藏的，我们都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事情的动机跟它的来龙去脉就对了。好，那 OK 那在这边呢，或许就一句句来